后来让20档。 今年的国庆宴会要搁回到高雄港来举办，昨是来试放着宴会，也毋过就伫个试放进前来落大雨，这是互尽早就到现场护卫，要来翕相的民众真失望，想讲这些可能会来取消。加在伫个试放进前的10分钟，雨停了。虽然讲这个试放只有短3分钟，也毋过现场的游客拢来话讲有够精彩。 半暝宴会放出各种的图，落场拢真水。为办公中来看，海港的景色变成配角，配合这场华丽演出。经过20年，又搁将伫高雄举行的2021年国庆的宴会，暂免进行一场试射，总共3分钟，用270发。 卖少的摄影迷早就来伫现场准备，短3分钟的试射，互现场游客拢讲真精彩，有人当作讲还有后一场。3分钟而已，3分钟哦。我每次7点到8点游嘞。今年的国庆宴会将动用7台平台船，为高雄港内港区5个报单点延伸到基丁南平部环，为山海河港360度拢会使欣赏到有上济高空大门宴会。今天的这一个试打的这个。 最大尺寸只有8寸，那么未来在10月10号会有10寸、12寸跟16寸，都是历史以来的最大的一个尺寸。而且这场国庆宴会，佫会配合高雄市交响乐团的演出东部放宴会。虽然现场敢若开放2万名观众注文观赏，也无意愿的透过网络直播来表现出来，互大家会使欣赏到高雄100年大港的气势甲不凡。